福气家，富人至贵嘅享用法，文章诗书爱无爱看，神法无有也不差。庄家有钱是千万干，实际上真还没作人咯。唯一担心有炒饭，就是庄家无后传。也係切身特別為你準備嘅人參茶，常用。太平啊！太平啊！太平！太平！今天乜個事情本案煩惱啊？阿姨咁講啊？哎呦，捱退嘅啊佢唔會叫我吞嘛，當然係會笑啊！两一拜，两一拜，来天爱本嘅在，一拜一拜，再呀拜拜。哎呦，鸟屋下嘅风水啊，做到唔好啊！含干到挨吞嘛。嘿，唔係叫你啊！二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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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啦！頭家，聽講呢搶命掛住嘅東西啊，我已經準備好咧。好，啊，有咧，嘿嘿嘿嘿嘿。你好歡迎啊！哈哈，你唔好過吵咧，按係啦，佢聽講日啊清明節，愛來掛壽，我來請個體力先生，向下到安尼煮飯，然後你看一下，到底那點出問題嗬？嘿嘿嘿，阿福，來，我老二交代，日日二人去請一個卡位較強嘅。體力先生，聽講嘢，嗱，你向下上山去。曉得，頭家。嘿嘿嘿嘿嘿嘿，我嘅好夫人，我嘅好賢妻呀！祖先呐，我送叫亏呀，也给祖坟钱呐。
望爱的主发现，森林啊显啊，祖先。爱全望爱的主发现，保佑其公子啊，爱保佑全家身体康天祖先，拜托你按那个比划嘞，我啊不用啊，可能係叫佢拉耶，佢喺你中間可以傳宗接代，個千眾人嘅必要，全家18年下。哈，哎呦，跟你爹講乜㗎呀？全家18年，幾個月真是都幾多歲？講唔錯，哎呀，我很祖先，無要啊，俺不看，也得人啊，每一個就18年。俺娘就錯啦，我組織也個錢啊，娘啊，大夫啊，錢啊，全望俺的主啊，天啊！森林哦，天啊，就保佑众爱父杜康啊，天来保佑爱父啊，妻呀。thần trong ngọ yên theo ca, khi đi xin sáng rồi đâu. 嘿，先生，以前麻煩你哦，你啷個看哪嘞？大家祖墳啊，哈，唔啲那一點出問題。哎呦，到日哈，我公婆啊，全無好吃呢。放心，搞本愛，我為了總頭家，你看一下，看問題出在哪位？夫人呐，哎呦，康熙來啦，哎呦，你見來我做乜㗎呀？我呀，還有千多話，望要老祖先講呢。夫人，哎，你冇看到嘿啊？個先生啊，也下啲那位查看呢，一個樓盤當啲擺，俺夫人家就愛啥嘛？佢做乜㗎？看到就愛啥嘛？夫人家對呀，係冇啥哦，談講愛叫，只有困難咧。哎呦，你講啊，係真係一解呀！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錯，也有道理喲。阿福，係，阿福，係，你看那裡，一天里先生，哎呦，人細，人看，咩都帶去看有也看嘛，哈，我也唔愛。哎呦theo ca, 你放心啦，我強烈隻霹靂先生啊，係有命生嘅喲。哎呦，總頭家，嚴衝哦！咩？梗有見嚴衝啊！哎呦，千嚴衝啊！
样办？今是多带哪位侦查？来，我帮你看啊！你看你张家界啊，风水是武功的好体现。好体力。哎呀，你看啊，对面的山头，佢是一只金鸡穴，对冲到牙的武功穴，金鸡是武功，难怪啊！你看人家夫人的肚子长得空，原来是安尼哟。还有，佢娘不娘的面相啊，我详细老佢看一下，呀，问题真大哟。我有问题哦，跟我就要谈看啦。我呀，到底哪位有问题呀？头家，我做得吃什么？吃啥？一概无妨啊！我夫人的面相看起来呀，佢就命中带剑，错！cái当初啊，我呀刚出世时节啦，我嘅爷娘啊就带我算过命哦。cái我係菜家嘛，就會地應父母能得榮華富貴。那係出家，我就會地應父。庄夫人啊，我講嘅劍係劍道嘅劍，唔係錢。大劍啊！係啊，呀大劍就真厲害哦，就衝下勇氣啦，讓你劍落去。你張家界啊，命叫之前的，哪會有效呢？跟我聽唔得人講一通啊！我看你啊，分明就愛來騙錢的呀，一點也就冇準。好嘞，夫人啊，等一下，唐先生啊，看住我樣嚟講，先生，咁有乜個辦法，何人係機會呢？這個辦法是有，唔過。不管乜個辦法，我想講，只愛能得傳宗接代，一概3000，我屋卡嘅財產嗬，都無相干啦。人講愛有後，要去難點，向下來計嘅，也就實在有困難。唔過，咱唔係冇辦法，也計嘅辦法就是難。講啊，嘅對面嘅風水那係曬走，安尼向喺後台，只能只有希望咯。冇唔錯，我一向啊就讓你生命不光看天理風水，全準嘅。我呀敢讓你保證，你去照我嘅方法，冇出2個月，你莊家必能有效。我真唔相信啊，總會是啥？哎呦，那係冇準啊！我老人講，我嘅招牌俾你拆的，你就拿去做潮手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好嘅啦，來，哎呦，錢拿去了，你好賺去嘞！先生，排泄，安尼你順行啊。夫人啊，你呀。3夜啦，清明
家祖先。今天是逢清明佳节，铁盘胜利来此拜祭，能得祖先庇佑，以及我妻也有神通，期望祖先做得继续庇佑，一家平安呐。三生九里，平安千啊，生息爱就有啊求，中呀嘛中祖先。我有爱的子啊伊，能拿出来头必有不心头，什么？阿福嘅，哎，啊，你要探探清楚么？哈，确定也对，算叫做海神家嘅风水体系嘛。哎呦，头家，我探得日清一楚，你风水梯就是海神木卡街。哦，哎呦，嘿，头家，夫人，你看海神的该骗人哦。好，阿福，跟向前来问下咧。好，哎，海神，哦，阿布哥啊，哎，嘿你啊，哎呦，你有没得两位呢？啊，冇啦，我吼就陪我头家上山挂子。啊，海神啊，你看了就是人风水梯哦。哦，冇唔錯啦，哎，呢地方啊，就是用家嘅風水梯。唔過啊，阿富哥，你有冇啊對我家嘅風水梯按好奇啊？哦，冇啦，嘅吼，我頭家老夫人啊，有事情要請你啦。哎，頭家夫人，你啊就會夾風水梯冇錯哦。好，那安尼冇相干，我行前好好攞佢談下咧。哦，海神啊！原來啊，就是種頭家，錯嚟啊！聽佢阿布哥講啊，佢有事情請我，唔知啊有乜嘅事咧？安尼海神，我就出所咯，因為事情就安尼呀。我兩公婆結婚多年咯，都已經就忙有腳。我為到一個事情吼，我一手一番落誒，然後呢，我請一個地理先生，去讓我看風水，然後呢看地理先生啲個，因為我個風水呀，吼，人也為風水，嘛嗰啲相沖到啊，所以呀。我冇好處，千體原因，我想我老二參詳看下咧，嘿唔係好，你將有個風水梯，讓我看到配位去呀，看到一多錢元哦，做一個，我跳起我答應你。總條家，我哋啊，你為了好事啊，非常嘅煩惱。唔過啊，看了風水梯係一件大事情，何況你功夫術士嘅榜樣做得相信，我相信啊，除了看了風水梯，一定還有解決嘅方法啦。
还有好噻，啊，我是希望你呀、好好让我考虑考虑啊嘞。哎，啊你头呢，算讲啊，让我煮田地，做我个田堑，嘛见过有几十年呢，我庄家一忙是本意是开看希望哈，给按小口的事情，按要求你就答应嘛。啊，哎，多切条件本意啊。中头家，两件事情啊，可是为难呐。哎呦，太平啦！你呀、老给啰啰嗦嗦，哎，做嘛个东西呀哈？